好多街坊問翻嚟大陸買樓究竟揀邊個區呢？咁今日嚟到呢個中山市中心嘅奇關悅廊，以宋式美學園林打造，三進門嘅一個歸家禮序設計，盡顯一個私密同埋一個極致嘅奢華。同時嘅話咧，採用一個8線嘅一個屏風設計，寓意住八方來財啊！而且呢個屋苑嘅話咧，位於中山嘅一個3區交匯處啊。周圍環繞住我哋3大商圈天虹百貨同埋我哋嘅華發商都，仲有我哋嘅利和廣場啊。同時5分鐘就可以上到我哋嘅深中通道接駁位，翻到羅湖口岸講緊都係1個鐘嘅啫。同時嘅話咧，周邊有2大3甲醫院、博愛醫院同埋我哋嘅人民醫院。究竟係點樣？我哋一齊上樓睇下。嗱，嚟到我哋示範單位啦，咁呢個咧係106平方，實用率咧超過110%嘅4代宅產品嚟嘅，戶型非常之方正。咁依家發展商咧幫你全屋精裝修交付嘅，咁你睇到廚房全部係交付標準，而且用嘅都係國際一線品牌，智能家電，同時嘅話中央空調都係配齊好晒噶啦。客廳非常之市正，3米長嘅一個大露台咧，同時可以直面我哋屋苑價值8萬嘅一個黃花梨樹。過翻嚟我哋嘅一個休息區做咗4房2廁嘅一個格局啦。咁呢邊嘅話咧做動靜分區嘅2間房嘅一個設計咧，同樣係非常之開揚，而且咧做3面嘅落床位都係冇任何一個問題嘅。而且咧衛生間你睇到嘅都係交貨標準，全部都係做好晒交俾你噶啦。咁過翻嚟嘅話咧，呢邊我哋駁咗一間房嘅，完全係做到一個休息區，一個電腦台嘅位置。過翻嚟呢度主人房先，主人房咧同樣佢係帶陶瓷一個設計，而且咧做得都係非常之市正嘅。主人房嘅一個床做到2米嘅一個 king size， 3面嘅落床位，做埋到頂衣櫃冇任何問題嘅。咁呢個單位咧睇到依家，你係咪好心喐呢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點擊視頻下方 WhatsApp 揾 Jerry 帶你實景睇樓啦。